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今日我3位啊，其实过鼓励他讲以来读书，用我哋讲阅读啦，哈。其实也读一件事情，唔单止可以增加我哋嘅脑筋呢一啲连接嘅能力，同時呢，伊嘛可以對聲音嚟講嘅話，伊嘛可以增加聲音嘅一種創作力嘅一啲來源。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，其實係我哋福起來嘅好朋友，我哋呢洪峰老師哈彭水林先生。伊今日來到我哋節目，我同我哋去分享講，應用會帶動我哋嘅睇人、寫字、向下寫作，同時創作繪本來學客家。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好朋友，我哋嘅洪峰老師彭水林先生。水林先生好。主持人阿明哥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台東嘅洪峰先生彭水林。洪峰老師，其實我哋差唔多係3年前吼，疫情前有6個月嘛吼，但是其實一陣嘅吼，每一週成都睇到人上映。因為我哋睇過其實也有啲我哋轉台東吼，睇是收緊我哋台東發亮嘅東片嘅嗰度風土人情嘅節目從啊，每日睇到啊，因為按上映堂嘅上映，對上嘅上映。幸福台球先。我唔知，係啊，但是吼，因為我哋觀眾朋友可能有啲會可能買唔到熟悉啦，吼。後尾睇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，請我哋呢彭峰先生同我哋去先收緊，你知㗎好冇？好啊，其實我係冇啲3叉號12年啦，我係嫁到台東去，我喺台東待咗30多年嚟哦，我係一位國小先生。國小先生，我退休之後啊，就從事客家嘅文化嘅推廣。啊，嗰時候就開始，因為我自己好文學又好畫圖，啊，就開始用創作嘅方式來傳承客家話。當初我想我講，我哋創作嘅咧客家嘅東西本身人嚟講冇得同睇人群咯。因為我還冇退休之前哦，啲學校時間就時常用故事。寫教案啊，韓國啲去教客家話，啊就知道故事好過懂好誒。退休之後啊，要學畫圖嘛，我就畫圖做繪本。一個做出來之後，在哪去教嘅時間啊，就知道好過懂好。我又有教聲人嘅寫詩啊，寫文章啊，吼，用客語寫喲，韓國做繪本。因為我有自己有做繪本，我嘅台東縣政府啊，佢就發覺講，彭峰先生你會做繪本呢？你來教學生嘅好冇？我講好啊，只可能，就開始啊，就搞一群聲人嚟做繪本故事。因為我哋常常會講到個譬如我哋個做其他，我哋講傳承母語嘅時間，其實大部分人都拿到一啲課本，你講一開始你講大家好，然後唔好愛好嘛，我哋講語咧稱謂，一啲先教我哋講互相問候嘅，然後身份講起身份地位，有搞多嘛東西。但是你課堂真係上久，真係有些無聊呢。嗰時講故事好過當好哦。嘿，冇錯，依家種講，比如講對成人嚟講吧，有一啲故事去串聯到我哋，因為所有我哋可能有好多東西嘅話，你可能對你嚟講話，亦係談一啲故事，但是目前地位，而愛好多客家話、問句，讓我去問好事情咧，乜東西乜個名。有冇全部都學個地步嘅？錯啊！講故事一件事情，其實咪做得拿幾件有嘅翻譯嘅故事繪本去教去講故事，用客家話講故事也咪做得。我話最好嘅我發現啊，就係像我哋用本土嘅故事，因為本土嘅故事啊有差異性，韓國人啲文化嘛，客家文化、牛嘅客家文化、人情全部都。故事地圖，嗰時候我係非常推廣，你可以用你台灣自家本土嘅故事來教細人嘅，甚至教大人都清楚得。因為真係睇故事地位就像同我講，牛客家人情唔單止可以幫我哋嘅風土啦、歷史啦、客家文化全部講入去，嗰種唔單止學到客話，談到故事，嘛學到我哋客家文化。但是因為有些個起碼帶細人嚟向下來創作嘛，然後做繪本。但是帶細人嚟創作一件事情，係咪要有啲頭啊？講到一件事情就係我係知道，因為比如講寫詩咪強用啦，寫故事咪強用啊。
以前你都拿太人嘅诗，还讲太人写嘅故事，本身人嚟去学习嘛。后来我知道啊，因为我这个好搞创作，嗰陣我後來知道啊，佢自家寫嘅詩，佢自家用客家話念，哇，一個感覺真好呢！啊，我要做成 QR code，然後佢嘅聲音嚟嘅音嘛，自家套自家詩嘅音順調，啊，用 QR code，啊，做到佢出版出來，也效果真好，啊，佢咩越來越好客家話嘅件事情。係啊，相信啊對啊嘅聲音嚟講，話成就感一定會更強。係因為以這個寫嘅也要詩，然後同時念出來以後，現場一同係錄音變成個 QR code，你睇下人家一點門朋友可能是人家都係寫邊款，但是有啲朋友有冇嗌啲問題，因為我有朋友其實雙管人強，啊爸爸係行業，和媽媽唔係，但是伊嘛啲這個係行業，嗰時有一擺都冇嗌啲問題，講老師，嗰種話點樣講客話？我愛先講個標準個重要，還是你人哋講啦，老師嗰種話點樣客話講唔標準嘅話，唔會難捱嘛？講我當然唔會難啊，佢當然嗰時我愛先學個標準嚟去講，還是講我平常都可以講，嗰種冇標準嘅話，我用嘅呀。幾好，我鼓勵新人咧，因為也新人咧，我講標準嘅客家話真少誒，真少。嗰時我其實係鼓勵啦，佢講到冇乜嘅標準，咩唔怕啊，就鼓勵佢講。嗰時像我哋寫作用嘛嗬，咩冇可能佢懂得講客話，咁寫作。像你睇人啊，我寫詩，我寫故事都冇咁簡單嘅嗬，冇講嘅係新人嘅嗬。啊，嗰時我像我哋一般嚟教新人嚟創作嘅時節啦。可能13咩冇到1/3，差唔多1/3會用客家話、客語書寫聽啦，其他佢咪用華語思考。不過佢想出來嘅詩啊，想出來嘅故事啊，你將教佢用客家話表達。哎呀，嘅時節佢就學到客家話呀。啊，我嘅經驗係佢就會越來越有興趣。我係知道你教新人咧，我來學習客家話嗬，我想佢。來學習，我本佢有興趣，一件事情就係真重要。冇標準係唔怕，冇要求。冇錯，我馬喺你哋講，我都講，唔知㗎學，我講興講啊，我都拍手啦。真係因為講，我冇要求講，一天一開始都要標準。我講，更加幾多講客話講個嗬，因為幾多人嘛冇到爭，但是伊真係願意講一件事情，其實都幾重要嘅。好多上頭都經常講嘅呀，嗰種像有啲聲音咧，一開始還是用華語嘅嗰種想法去寫成詩，啊，你都教人用嘅用客話寫成文客文詩，然後都變成我哋而家講客話嘅一啲詩出來。嗰時都等於都講一步一步用這個更加可以嘅能力，慢慢地去接傳到。佢從人哋一啲教學嘅方法，如果因為你自己以前係小學嘅先生，同時嘛，佢可以創作，慢慢地去累積出來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呢種經驗累積啦，嗬，經驗像故事一件事情嚟講啊，知道係效果最好嘅啦。因為寫詩可能要看人啦，唔係得啥些嘅都願意嚟讓我學習寫文學一件事情。唔過創作故事啊，嗬，我親推廣嘅係一群人向下做。一群人，可是一群人嘅話，每個人嘅生活經驗唔同樣。一下我要想我爸爸媽媽嘅，有啲人要想我看到個山上嘅雕啊，嗰度。我用我一群人寫故事咯。像我哋一群人教啊，我嘅方法係一開始就係啟發式引導，本佢就好想象，還個有聯想力，啊佢就做天馬行空啊，就唔好講啊，嗬，佢就嘅創作力真強呢。其實也唔係，雖然係你要教語言為目的，唔過係創意訓練嘅最好嘅方式啦，嗬。啊，把講到轉來說寫故事嗬，規版嘅創作嘅時節啦，啊，因為特生生意冇強樣嘛。啊！我就前幾年咧，我去發光人才，然後見到大災鼓啊，或者唱家講嘅，每個聲音佢嘅成法經驗冇強樣嘛。啊！我嘅方式就係攞佢大災鼓，規版咧大家強下哦，有30分鐘2下3下強下安尼大災鼓，就向佢發表。發表啊，佢就會講佢之前訓練過嘅嘛，嗬，老朋友講過佢上台就唔乜講嘅呀，佢就上台講佢印象最深嘅事情，
结果啊，我就读，结果就感觉讲哦，就建议啊吼，几3年做的一组，几3年一组，你5、3年一组，你就做的下一个故事哦，佮差唔多嘅性质同样的就留佢做一组哟，佢就发展出一只故事的啊。洪博先生讲的，嗰种人讲搞生意的创作写作嘅事情，其实嗰种嗰简单，其实你看。睇一個歌唱地方，你就發現一個有幾多細條吼，其實先生暗中都提做好。你從頭到尾講嗰樣生意題大水鼓，好，只是生意的講過一遍，你再上去講個時間，因為有吞大水鼓是練習一遍的，錯冇？馬上就重點主角，去馬個歌唱，去馬個以前講過一遍的，再講聽一遍的時候，其實一路懂用感，一路懂用感，嘛過清楚，嘛過有條理。好，那先生都開始把可能個情形個腔樣誒，就分做一組，佢就腔下上故事。佢就安尼一組，比如講，我大概做4組也係3組啊，吼，大概做發展出3隻故事，也係4隻故事，腔組嘅聲音呢啊，佢就腔下上，有個人負責記錄，有個人就出鬼點子有冇？上空上劇，聲音嚟唱冇安尼上空上劇，鬼點子當到啊，吼，大家都提供一個就記錄。其實佢哋發展出來嘅故事之後，就讓我討論，討論之後我要俾佢建議，韓國全體哦，規班嚟向我談故事哦，其他人要做的建議，冇腔組嘅人要做的建議，結果發展出來嘅故事都淺得印象咧。冇錯。嗰個談好來吼，其實搞生意嘅創作一個故事來講嘅話，故事其實幾神奇。休息下喎，等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。欢迎过来，福起来嘅。上个节目，我哋來自台東嘅彭博老師彭水林先生來到我現場，同我哋分享講，用搞生意嘅共同來創作。我仲請問下先生，因為佢今日我哋現場又帶咗3本我哋嘅繪本嘛，嗬，希望同我哋觀眾朋友一啲來紹介下，繪本喺當中係用嚟做嘅，然後以後嘅內容係乜嘅，好冇？好啊，我非常推廣嗬，做繪本一件事情啊，就一群人向下分工合作來做，我像用嘅方式做出來嘅繪本啊，已經做咗9本咧。哦，咁多。係啊，也係團體合作做出來啦，嗬。也帶來嘅3本係我去年出版嘅，去年出版嘅3本，上個叫做第1本，先叫做飛感。哦，飛感。飛感一本嗬係前年去到南投搞一群行業宣傳師向下創作嘅，嗰樣時做嘛會搞線上呢？因為南投嗰邊嘅線上講，看我做按度嘅繪本嘛，就想講佢咪上去學習吧，我想講按你當好做得搞本一種嘅方式啦，方法搞本大家佢哋咪做得去搞更加多聲音呢來創作。呢個故事啊，按到魔法阿婆。魔法阿婆係一位金燕先生，佢喺嗰邊南投嘅理事長，佢親有心推廣客家文化啦，佢咪請我做客家美食，佢當感動人就係佢用佢去搞嘅就係矯正署嘅迷途的年輕人、青少年啊，佢哋話希望佢哋改過自新嘛，佢去到嗰邊。搞佢哋煮客家美食，煮客家菜，結果佢嘅同我哋分享嘅佢嘅真實嘅故事地圖啊，就當到後生嘅呀，聽到佢學習煮客家菜，尤其係有嘅後生嘅嗬，要參加客家美食比賽，係大頭燈呢。我說當感動，結果我哋要用佢嘅真實嘅故事來改編，做個有嘅想象啊，加入想象，我到魔法阿婆，魔法阿婆就係佢拿個農場啊，拿到搞後生嘅時節，農場打開，哇！嘅客家美食會上癮呢就留嘅後生嘅呀上來學習客家做客家菜，結果有嘅後生嘅呀就係。學習客家菜以後啊，就說
哦，原来我嘅人生做得无穷样哦，因为佢去比赛嘛，大头灯啊，佢说哦，我人日吼无再个做亚大师咧。哦，我谈到佢安尼抚养时间，都感动啊！我说都老爷写因为故事地图，韩国也在故事地图，都有客家美食，客家菜当道。韩国啊，很多肥甘吼，喺因为啊，嘅金燕先生叫我做纯甘茶。阿明哥，你有试过纯甘茶吗？我有看过，但是我还没试过。系哦，安尼你听我试看啊！因为个纯甘茶就系九蒸九洗做嘅果茶，非常嘅以前嘅头摆客家。係你客家嘅阿婆啊，啲屋企就一天做純甘茶，佢係一個人冇送上嘅時節啦，就拿純甘茶煮了本是嘅秘訣啦，秘密武器，我家度嘅秘密武器，所以純甘茶經過九蒸九洗做出來多麼簡單嘅呢？嗬，哎呀，佢係一種人，比喻做人生嘅滋味啊，嗬，因為佢煮本嚟就是啦，食嚟嗬，食落去啊，會肥甘嘅。哇！嗰個甘甘嘅米絲啊，我就講哦，你創作嘅故事就係肥甘誒，嗰時候也數嘅名就很多肥甘。冇錯。安尼湯要當到客家米絲嘛？冇錯，完全湯到，你看是客家嘅歷史。好，同時佢嗰種人被鋪嘅當地嘅文化，然後有我哋嘅純甘茶入邊嘅故事。錯，韓國也係睇嘅，我哋客家阿婆嘛，就非常有客家美食。聽呢隻故事係南投菜地嘅，因為9年太鐵同過後，我就用白色條去做主角，編寫故事，就描寫鐵同前啊，鐵同後。南投無窮樣嘅情景，留嘅勇士9年太鐵同嘅情景寫落去哦，就係有一種記錄。個也當場參選嘅太鐵，嗰個也嘅故事，很多參選嘅太鐵復甦啊，大地復甦。第3隻故事啊，很多哈哈老布布，哈哈係客家嘅細阿哥誒，布布呢係。布農出嘅細阿妹，佢哋用啥？佢成塊經驗冇共樣嘛？佢以為是佢布布是個東西啊，然後哈哈是咧冇共樣啊，就你是個係乜嘅？安尼，韓國話佢去到屋卡，去到家屋卡了，就發現個佢錄嘅書有冇？錄嘅書啊，嗬，佢係為錄嘅書嘅故事啊，係，你客家嘢係拿來為錄嘅，嗬，結果佢布布呢，布農做嘅人啊，其實佢係。佢夫婦講，佢嘅祖母啊，夫婦講，佢係按大桑拿來為錄嘅，佢係做織布用的，係嗰時候成塊經驗冇共樣當到事情啊，我哋都表啲故事地圖，用嘅文化嘅差異性來比較呀文化，就文學上嘅學習，出拳嘅冇共樣，唔過後來啊，就係唔過我哋創三腳菜茶，佢創八部合音啊，唔過咪共樣真歡喜啊，真鬧熱。也就係用故事來描寫，短嘅故事，唔過做得本身人好少文化嘅當講嘅所在。再來睇4隻故事，很多前科嘅人。阿明哥，你寫時間有本科嘅劇講冇？科技哦，冇哩。我哋其實上校已經冇幾多人學科技，但是我本機嘛。結果我炒過都炒過啦。佢有一個高中啊，南投嘅高中，結果佢。寫時節啊，就係本科嘅劇，嗰時候應該就嘅故事啊，就係創作前科嘅人，因為佢哋教頭王帶定教頭盤咧，大家講係前科嘅人，亦其實當成次咧。結果後來佢哋簽到卵嘅啊，其他同講我想要食卵包，我想要食螺卵，嘅最尾嘅主角教頭王講。我唔盼得先呢，看佢鋪出來好冇？叫做一種生命再生嗰種感覺啊，我介紹就係像安尼嘅飛本啊，人家聽安尼介紹，你就知道係咪都有菜地性，還有客家美食，我咪有文化嘅獎，所以其實我喺度推廣安尼啲地方大家向下創作故事啲。
屏东啊，要做啲创作自家嘅故事，台中啊，要做啲创作自家嘅故事，呀，种方式係最好嘅。嘿，真是按你谈好来吼，真是除了个神奇以外吼，其实咱写故事谈好了，真是对南投哦，我感觉到讲啊，归上来去行一下哦，唔单止伊要救伊以后伊留下来嘅无穷样嘅一个风貌，同时看到伊遐无穷样出群嘅文化嘅产业，吼，还有真是归上来看伊遐科技咯。伊条巴图我都亲讲咧，我喺当推广日本，大家我同南投县政府买来看来，佢就创，佢就出版的书啊咧。咁还有遐个上人的 Q 闪仙哦。日本上人嘅 Q 闪仙係我做起我嘅故鄉三義，因為我係三義嘅客家妹，啊我做起嗰啲舊聲嘅創作，又係做起舊天日本嘅，日本我哋嘅任務係我介紹 Q 閃仙。Q 閃仙就係鐵路啊，因為我開闢嘅新嘅鐵路嘛，Q 嘅鐵路就冇用到嘅，唔過沿路啊係客家莊，充有客家文化嘅素材，沿路嘅觀光啊，非常一下當盛行嘛吼，用非本故事來收嘅 Q 閃仙咧。我就做唔得唱嘅旅遊書咁樣哦，用故事哦，其實吼邀請一群小朋友來創作係錯嘅，因為小朋友真係天馬行空嘅。用版講講重點就係吼，像因為佢哋愛去新嘅鐵路嘛，嘅 Q 嘅火車頭，32 Q 嘅火車頭吼，係日本式嘅建築，嗰種係穿孔吊順嘅無鐵檔嘅嗰種嘅，做得拆開又做得吊起來嘅，嗰種都有價值嘅。我去新鐵路嘅時間呢，也本來愛拆鐵，愛剝鐵咧，不過還有一個條價，就買去大蘭呢，嗰邊做遊樂區，就變做遊樂觀光嘅素材。後來佢嘅就成立可能做到冇好，就關鐵咧。有班我哋上面嘅有看到，就真見啦，真實嘅故事係真見，然後佢買進來啦。釀進嚟啦，嘅釀嘅過程係當到故事細節嚟啦，嗬，係釀進嚟。你客家話講釀進嚟，釀啲都係當有學問嘅啦，嗬。冇錯，佢有人釀啦。佢有人釀。結果我就聽一故事啊，就感覺亦係一種文化保存、文化資產保存當好嘅一種模範嘛。低年級嘅聲音嚟啊，你哋個想象出來嘅故事有幾定一下嘅一個。將火車頭釀進來，大家想辦法咯，發現哦，啲大人發現，佢哋係用神貓做主角，石虎，我哋上面嗬，環保做得當好嘅保育類動物啊，嗬，石虎都係神貓做主角，想辦法去攞火車頭釀進來，就去賣客家美食賺錢啊，做土窯賺錢啊。雕刻賺錢，有12個 T 恤都放落去嘅嗬，賺到嘅錢呢，就喺老火車度買咗啦。結果按蟲啊來唔盡啦，還搶嘅糧，搶嘅我哋嘅運貨糧嗬，12個糧，搶天當嘅糧，天數來咗啦。哇！佢哋真有創意，就係搶嚟去甲話運貨糧，係話一條龍啊！嗬，嘅聲音咧嗬，幾條龍去來進來嘅，而看嘅圖啊，就感覺哇！嘅當上人看嘅故事啊，就一老一文化資產留下來。結果呢，後來啊，聽呢隻故事咧，就係描寫嗬，台灣山羊、台灣藍鵲，佢做土窯。佢本來係聽賣客家美食，做土窯去賺錢，老火車就買咗啦。聽呢隻故事，佢係做土窯，帶啲遊客遊覽車去到 Q 閃仙，因為我哋任務介紹 Q 閃仙嘛，就台灣山羊介紹 Q 閃仙，去到16分車頭，聖心車站16分車頭介紹入邊嘅故事，韓國話關島山大鐵桶嘅故事，每從台灣山羊安尼介紹，韓國其實介紹嘅火車龍，東江嘅素材有乜嘅人文故事安尼介紹出來，當神奇。可是等於講，有個故事裡邊吼，唔單止講到我哋當鐵油嘅鐵油嘅講，我哋講通物啦，同時把有啲冇區用嘅茶條嘅故事嘛講入去嘅。錯。觀眾朋友，你聽到談到講話講，唔想講係呢啲澎湖老師唔想講嘅，冇唔想講嘅，休息一下，我哋下一段節目再講冇談哦。
欢迎过来，福起来！上节目我哋来自台东嘅彭博老师彭水林先生，同我哋小姐以今日带来嘅绘本《质感》还有上瘾嘅 Q 闪线。它其实上瘾嘅 Q 闪线里边关于段故事唔全讲喺度。彭博老师想继续。哇，家你讲到上瘾嘅 Q 闪线啊，其实也系连续性嘅，有3只故事都有相关联嘅哦。台湾山羊。一听嘅故事係去買客家米線嘛，要做土窯賺錢。聽呢個故事叫做係正經帶遊客去看 Q 閃線，介紹 Q 閃線。到第3隻故事嘅時間啊，就加入想象力咯，因為佢染到一啲模頭，嘅模頭啊，搭到嘅斷橋，龍田斷橋，橋墩下嘅時間啊，嘅模頭上見上嘅天上都當高誒，台灣山羊都天頂嘅天安尼爬到天當高去，結果啊嘅一條龍就帶佢去到頭擺嘅客家莊，嘅故事裡都就介紹頭擺嘅客家莊哦，要開膽啊，要做嘅腳油啊，還有嘅有冇開點心去田頭擺田頭北宮啊，有當到客家莊嘅故事。其實我講嘅就係啊，其實也係一種連續性嘅繪本嗬。我當希望像你嘅故事啊，做啲本身人嘅嗬來表演故事啊。其實做戲劇嘅。冇唔錯，真係有故事裡邊嘅三個談下來嗬，真係對近郊嘅故事，嗬，現在真的存在故事，一直帶動我哋嘅環保議題，一直帶動我哋當有啲地方以前古早時節嘅一啲我哋講Q嘅客家莊嘅一啲歷史，但係講睇下細細嘅繪本裡邊。真係看起係唔單止講係推銷我哋嘅 Q 閃線嘅部分，其實真係嘛把我哋嘅三義啦、我哋嘅客家文化全部包喺裡邊。因為佢頭擺都係真係客家莊啊，我說嗬，像我哋用故事來設計啊，就有跳脫嘅旅遊書啊。接下來啊，我哋台東啊，咪共用哦，去年咪出版了一本叫做《大地講講》，我咪用共用按樣嘅方式嗬，希望有3隻故事係連續性嘅。好，做在做戲劇嘅意思啊！嗬，像大地講講呢個主題嗬，係較針對保護環境、保護土地、保護農業。嗰所也嘅發展嗬，我哋係邀請嘅台東嘅大文化農場嘅池蘭鄉護士，佢係環保嘅俠女啦，嗬，來同大家紹介之後啊，喺學生嘅談題之後，非常感動哦！我哋討論咗幾日之後啊，就發展出3隻故事。一故事呢就講到一個江中人啊，嗬，佢嘅屋企啊，佢嘅谷倉地度，谷倉嘅師傅咋？然後聽一隻故事呢，就係發展江中人嘅國象，因為就係識得到農藥啊，其實混體之後即刻變做硼嘅。硼嘅比來比去啊，佢就發現比到佢自己嘅田園度，顯光啊，佢草木嘅啊，還有佢自己嘅同類硼嘅啊，全部都黏嘅，因為就係化學肥料啊，還有農藥嘛，後來佢自己嘅身體咩磨好，後來佢就覺想講，我唔可以再先農藥咧。嘅故事都講到咁樣嘅故事，其實我哋要用嘅石蟹獴。客家話講到養花梨，佢係環境指標，因為環境當好嗬，也養花梨做啲呀嘅環境帶下來。嗰時我聽嘅故事哦，因為農藥太多嘅石蟹獴啊，養花梨就把點保護嘅就離開嘅。都聽呢隻故事，江中人嘅國象，佢冇些農藥嘅養花梨就帶就hết下來嘅。都聽3隻故事呢。環境啊，結果有嘅土石流，佢哋就去看到底乜嘅原因啊，土石流，我哋嘅動物台東嘅動物啊、植物啊，全部都出現咧。大家講下去尋原因、尋源頭，結果話就發現嘅種玻璃菜嘅江中人啊，太貪心嘅，開發太多嘅。結果話為了要賺錢嘛，開發太多嘅，結果發生土石流，佢哋就
抗议抗议，你客家话讲无嫌，无嫌，哎呀，故事人都西瓜王国无嫌，就通过政府太家转的排列啦去抗议啊吼，其实也是用一种当神奇的方式咯来本大家看，其实。人家讲嘅用法理啊，佢都第三只故事咪強樣停定去無限，保護想愛保護自家嘅環境。唔錯，啊，一只故事呢，其實當想愛發展成非本劇，啊，像我今年啊，我就下陣開始今年咪我留佢做到3期度。許多沙基度嗬，結合沙基度嘅菜地嘅故事，然後也非本故事再改變一下，許多水年天氣，綠葉嘅水年天氣，啊，然後菜地嘅老人家個聲音嚟啊，唱下來表演一個戲劇，做一個非本劇，主要嗬，用一個角色嘅表演嗬，為本大家唱下來講客家話，演出。因為故事內容地方都真是包括到我哋在地嘅文化啦，我哋今日講嘅環保議題啦，我哋今日充實問題啦，然後同時也俾提防以前嘅一啲歷史來講，反正睇個聲音嘅想法地方，都慢慢的完成以後，更加要做戲劇。但是其實戲劇一件事情同創作一件事情，冇到咁樣嘅戲劇話要練習要做台步啊，行微腳啊，論講話時攞講話話，又話要面容啊，然後又要講話要口氣啊，咁樣嚟練習咯。其實我係建議嗬，你莫想到想愛睇專業，唔係講愛去到戲劇院去表演嘛，你喺啲菜地沙基度表演，睇下好教就好。我嘅想法係安尼啦，嗰時我當勇敢，其實我咩專家啊，我就感覺也做拿來表演嘛，嗬，睇下來研究，分批工作啊，其實也愛較多嘅時間來練習。我最主要係嗬，想要用青銀共學一種概念，就係有老人家有後生人叫我完成一件事情，其實唔係演繹出戲天天，佢啲演戲嘅過程啊，我嘅聲音會同老人家打嘴鼓，佢老人家會同聲音嚟講故事，哇！也係真係我哋傾向愛得到嘅事情。那你講啊，真係都發現到講，其實啊，真係頭到嘛，真係喺想到講貼專業嘅嗰種技術嘅問題，真係重點應該係俾我睇，而你有嘢嘅故事，他跟人哋幾好談嘅故事，佢咪我哋嚟做如何透過嘢嘅故做嘢嘅故事。他跟人來打遊戲，來對話，順一記挨一記，順一記挨一記，嗬。然後因為講嚟講，那更加同人哋咧聽一下對話來講，順一可能有時講唔到出來，但是講書方嘅地步嘅對話，一邊兩邊一天要記得翻來嘛，嗰時記法，阿公都是一記，學生人講一記，阿婆都是一記，學睇佢哋做戲嘅過程地步，練習學法一件事情。也係真係你親上愛，因為歌唱真係親重要嘅啦。佢結果講自己舞台上表現到咩唔是睇要求當專業嘅呢？像這個做宣傳是做運動員，然後同時可能要用人哋創作嘅方式發飛本，然後變成更加人講飛本劇一件事情。咁從入面一啲練習以來，因為講其實學客化嘅一啲。算是本質來講嘅話，係到底係講把客化嘅幾多嘅名詞好好，還是講對學客化地會尋到一啲幾神奇嘅一啲方法咯？我知道係興趣，我本身也尋到興趣。我說我喺特別啲教學嘅時節啦，我非常鼓勵聲音嘅，而佢上唔會講，佢會講到一句兩句，你就哇，你進步嘅呢，佢就會歡喜。我說你講教育啊，就唔係講一天留嘅同學全部幹滿，因為唔係嗰種嘅方式，係點一把火，本佢有興趣來學習，也係你客家話應該按樣行嘅路啦。可是有興趣嘅部分呢，話除咗講飛本以外，他可以用故事以外，還有其他方法嘛。因為其實我想到講，像按呢啲方法，佢都幫我哋嚟睇見啥。因為從我哋平東來講嘅話，我有條狀態好多人講好羅狀嘅，好羅客狀嘅啦。如一定可能做其係客狀，但是一定歸咎路冇講客化嘅，佢而家上一把我哋嘅客化嚴過來，但是人是一個太嘢好，你都想我講冇辦法從我哋聲音用說唱啦，後來學客化，佢從我哋人幾個太睇見啥，
重新一念背客家话，彭彭老师有冇个建议？我知道建议用故事是最好的、最佳的方式。韩国一种是神法对话，以为教材没有编神法对话，个马萨讲乜个马萨讲乜个，而係有一個故事性的地度，有一個情節嘛的地度，用安尼神法對話比用去讀課本行較夾，對當久冇講客家話嘅人啊，演出表演。角色扮演一件事情係最好嘅方式。韓國客家阿明哥有提到，乜嘅方式做得再來訓練客家話一件事情。我知道一幾年我就要舉辦廣播夏令營、文學夏令營，將其他嘅方式做當好。嗰陣啲沙基都係啲內皮嘛，叫我講嘅，咩係強樣，係講鼓勵大家講，雖然你年紀大嘅，唔過你係客家人咧，你係個做得。講客家話係咪唔會排住啊？潛進一個認同啊，要潛進自家嘅一種係咪對自家嘅自我認同也係自信心，係會非常感動嘅。看今日節目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彭彭先生在退休以後，佢做嘅事情真忙多，同時嘛，做一多嘅事情去為到傳承我哋嘅客家文化，傳承我哋客家話。今回感謝我哋彭彭老師嚟到現場嘅分享，按到安精彩嘅故事。感謝阿明哥，感謝觀眾朋友，希望大家看下來，三芒大標用多年嘅方式嚟傳承你講講嘅客家文化老語言。安謝謝大家。休息一下喎，等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